早晨啊！今日我哋喺邊度啊？喺東莞啊！呢度係東深供水公園。咁咧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見到後邊啊，寫咩生命之源啊？咁咧呢一個咧朝住即係呢個像嘅朝住嘅方向咧，原來係南邊面對嘅方向就係我哋香港啊！原來喺粵港澳大灣區嘅土地上，有一座默默訴說住生命之源故事嘅紀念園——東莞東深供水工程紀念園。佢坐落於塘廈鎮東深南路20號嘅金湖濱站內，2003年正式落成，用雕塑、模型同埋文獻定格咗東深供水工程嘅錚錚歲月。文獻館裏面，東深工程3次擴建、1次改造嘅脈絡清晰可見。不遠處嘅金湖濱站，8台巨型嘅水泵仍然喺度運轉，將東江水源源不斷送往深圳水庫，滋養住大灣區嘅千家萬戶。而呢一日，仲有幸喺展覽館裏面見到東深工程參與建造者莫康平老先生。 ，Hello， 伯伯你好啊！咁我咧係香港嚟㗎，咁咧好多謝你當年咧參加呢一個東深工程咧，令到我哋香港咧依家咧即係仲係有一個好好嘅一個資源啦咁樣。咁咧真係第一次咧見到咧呢一個工程嘅呢一個建設者，即係覺得咧個心裏邊咧即係覺得咧好感恩啊，係啊，好感恩啊！咁我哋好多謝你，即係當時咧可以即係咁辛苦去建設咁樣樣，先令到我哋呢啲即係後生嘅一輩咧，先至有咁好嘅水資源。係啊，多謝你，係啊，多謝晒。